Hello，大家好，我係爆姑娘，歡迎大家再次嚟到我哋調解訪談嘅系列啊！喺我身邊就係我哋資深嘅家事調解督導鍾碧華姑娘，今日再次同我哋分享工作嘅經驗。上次我哋提到一啲未純熟嘅離婚抉擇，或者一啲唔一致嘅離婚抉擇對夫婦雙方嘅影響，咁對小朋友又有啲咩影響啊？好多時夫婦未能夠共識佢哋嘅離合決定，佢哋會憤憤不平啦，互相指責啦，唔信任啦，或者好多懷疑對方嘅地方，令至到佢哋日後個關係越嚟越差。而呢一啲衝突造成咗好多家庭關係上面嘅撕裂，家庭成員之間嘅關係嘅破壞，其實直接影響咗仔女嘅成長。其實喺離婚嘅歷程當中父母雙方要對家庭嘅將來嘅安頓做好多嘅討論㗎。離婚嘅理由啦，小朋友嘅生活照顧啦、生活啦，佢哋嘅生活費啦等等啦，要為着呢一啲嘢佢哋去作出一啲嘅討論。正正都係因為呢一啲不一致嘅離婚決定，可能大家會產生咗好多嘅擔心，好多嘅憂慮，令至到大家對對方嘅諗法變得好負面啊！其實喺調解嘅過程當中我哋見到好多唔合作嘅地方啦，令到佢哋甚或乎可能要求對方補償翻自己呢一啲嘅情況。其實大家嘅關係越嚟越差，其實根本去唔到一啲可以溝通同埋合作嘅水平，更加唔可以講得上共親職啦。其實父母嘅不一致，包括佢哋離合決定嘅不一致，其實產生咗大量嘅衝突矛盾，令到仔女可能產生咗好多我哋令人難以明白嘅啲嘅情緒。首先啦，仔女有邊個細路仔唔想自己個家庭完整啦？所以佢哋一定有傷感嘅情緒。而父母佢哋喺不一致嘅情況之下佢哋會同仔女講好多唔同嘅原因啊。咁細路仔接收咗唔同嘅信息，係會感覺到唔知邊個啱邊個錯。喺呢個時候佢哋就會產生好多焦慮不安，或者佢哋互相指責嘅過程其實佢哋可能都會有好多嘅嬲怒喺裏邊。可能佢哋會怪責是但一方嘅父母啦，又或者呢一啲嘅唔清晰嘅離合決定可能會令到佢哋同是但一方嘅父母關係有所疏遠。喺我日常嘅工作當中見到，如果家庭出現呢啲情況佢哋嗰個離婚要解決佢哋離婚問題嘅討論可能會變得更加複雜，更難攞到共識。鍾姑娘你有冇啲說話想講俾一啲正係考慮緊離婚嘅朋友聽？正正就係頭先所講，細路仔喺父母離異嘅過程其實都產生好多嘅情緒，或者好多嘅不安。而呢啲嘅不安好多時係源自父母嘅不一致，係啦，或者佢哋嘅離合決定都不一致，係啦。我會鼓勵各位父母喺未曾同細路仔去表達自己離婚呢個決定之前你哋去攞一個共識嘅決定，然之後先同細路仔去講翻，同你哋嘅仔女去講翻，咁樣亦都可以避免咗子女接收咗太多混亂嘅信息，令到佢哋內心產生有太多嘅衝突與矛盾。父母係子女成長嘅楷模，不停嘅互相指責，可能為細路仔建立咗一啲錯誤嘅價值觀。太多嘅衝突，細路仔可能都會學習咗用衝突去解決問題。再講長遠啲，細路仔子女將來面對佢哋嘅婚姻或者佢哋嘅親密關係，可能佢哋都會淨係用衝突去解決佢哋嘅難題。所以我哋作為父母，會唔會我哋都可以好好咁樣去料理大家嘅婚姻，係啦，減低大家之間所產生嘅衝突，令到為細路仔做一個好嘅榜樣呢？再者，一個共識嘅離合決定，其實都可以讓父母更加容易或者更加願意承擔呢段婚姻唔能夠成功自己嘅責任嗰一部分。其實呢一樣嘢亦都可以為我哋細路仔帶嚟一個好嘅楷模，係令到佢哋都可以學習去願意承擔咯。咁呢一個係我一路以嚟工作經驗裏邊都好想提示各位父母嘅。咁其實啦，如果大家嘅衝突係太過激烈嘅話我都會鼓勵大家
或者你哋有好多嘢都唔能夠攞到共識嘅話，我都鼓勵你哋尋求協助啦。家事調解服務或者婚姻再思呢兩個服務咧，都可以幫到你哋。當大家可能進入呢兩個服務嘅時候，可能大家可能更加容易有第三者嘅協助之下，可以容易啲攞到一啲嘅共識，亦都令到大家咧可以減低衝突。而我哋嘅家事調解服務咧，係會去同細路仔有啲面談嘅。咁希望咧可以幫到大家更加明白細路仔嘅情緒。喺個過程當中，父母亦都可以去疏解到大家之間嗰個嘅衝突性嘅關係，咁令到大家咧更加可以合作去解決問題。咁呢個係希望各位家長咧都可以喺我哋呢個服務當中得到啲嘅幫助啦。今日咧真係好多謝鍾姑娘同我哋嘅分享啊！家庭咧係小朋友嘅避風港。我哋婚姻裏邊咧，有陣時會遇到好多衝突啦，或者係互相衝突裏邊咧，其實對小朋友真係好困擾。我哋可唔可以好好料理我哋嘅婚姻關係？喺遇到分歧嘅時候，我哋早啲去尋求協助咧。如果有需要嘅，歡迎你哋都可以揾翻我哋嘅婚姻再思服務，同埋我哋嘅家事調解服務幫手。我哋今條片講到呢度先，下條片再見，拜拜。拜拜。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減少怨恨，作審慎嘅離合抉擇，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鍾意我哋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